检调侦办做假连署案，早起到国民党的新北市党部所查，调查另外是先去书记长陈金荣、各书记朱培仪的徛家带人去市党部来协助搜查。不过新北地检署并无对外来说明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早起是开记者会，批评执政党滥用司法，嘛强调讲5月20国会来会提案来罢免总统赖清德，佮要求全台湾的人也民意代表拢爱协助各地100立委的人数来通过第2阶段，嘛会列入考核。另外，基隆市党部早起嘛传出讲有检调去搜查，检调持续侦办不实的连署案。了一日针对国民党邦桥党部、三中党部发动搜查了后，28搁去新北市党部来搜查。党部主委黄志雄证实，书记长陈金荣甲书记朱培仪分别为因兜去互带走。新北地检署刚才回应讲，不方便证实。有2位同仁被带走嘛？那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，但希望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一位是书记长，一位是书记，基本上就是负责市党部相关的工作。陈金荣甲朱培仪，因2个人去检调，带回去党部协助调查。早起10点外，2个人行出党部是拢无讲话。新北检方甲人带回去调查局，详细案情要进一步来厘清。我们尊重检调，也希望在野党回到一个事实的本质，违法就是违法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开记者会，批评执政党滥用司法，嘛强调讲5月20要伫国会提案罢免总统赖清德。不单520当天开始，国会要提出罢免案，要提出弹劾案，接下来在台湾各个角落、各个地方，我们要全面的发动各种方式的罢免赖清德的运动，这是我们全党上下一致的决心。国民党新北市党部证实，包括书记长、书记甲三中区执行长这3个人拢互检调约谈，因的徛家甲办公处嘛去互搜查，而且带回去调查。因讲尊重司法的侦办，不过一定要公平公正来对待，希望当量早理清案情。公视新闻新北台北报道。